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黑白切啦，我说反义词啊，拍得出好事。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你卖动遐摇把叉，有腰八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警察抓卡拉，哎，袂歹呢，警察抓卡拉对啊。你又讲袂歹啊，我要讲啥？哎，警你爱察个查啦，尾山，尾水，尾玲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蹦恰恰。我向头庭，咱厝内每一工本事拢爱清，是感谢大家热烈的呼声，感谢大家。哇，嘿，欢迎咱全世界所有咱的好朋友来收看咱上起一个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，上较有水准的节目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大家好主编蹦恰恰，我本人，感谢大家。是台语话水。哦，这临时哦，这临时，卖惊卖惊。哦，这临时。哦，当然要讨论台语进前，现场必须要有一个台语文专家陈安祖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意志坚强向前冲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好，今仔日两位非常漂亮，一个搞唱歌，一个搞搬戏。哇，所有的8点档两位的演出，真正是拢收视率的保证。啊，到伊的所在，迄个收视率就真悬真悬。但是我要先介绍你，先介绍边啊。请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生梅，台语吴心梅，本名吴心梅，本名，本名，哎呦呦，我新闻是绝对是你的艺名嘛。无啦，我即摆已经改啊啦。卖来这套，你的本名好啦，我以我太了解。早有一个细汉的名叫做吴帝君哦，嘿，我的名帝君哦，就恐怖，我的名顶悬有一个草字头，草字头一有个皇帝草字头，对但。是我真正袂晓念台语。老师，迄叫帝君对老。师，帝君啊，帝君帝君，因为是大人绝对唔敢甲你号名号做帝君，因为号帝君哦，这囡仔歹儿饲，有大尾啊。那新梅啊，新梅啊，对了吼，老师新唱新梅嘛吼，新梅歌声充满着真特殊的感觉，尤其是迄个伊咧即个优待咧歌唱比赛时阵，我搁看到你时，为电视看到你讲夭寿即个囡仔哪会变遮济，细汉是歹个会出节，你哪安尼啊？出声你做歹的呢，哪安尼啊你？细汉目睭细细对啊，安尼看到安尼圆呢，讲突然讲变安尼来讲，就是讲哇气质啊各方面呢水解食果啊，谢谢谢谢。这有一张相片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你本人哦。那有办真水啊！哇，伊穿西装真水呢。白啊，你后白讲人明明生啊遮古水，那会歹甲出哎，碰脚？过你少年较引导呢。我是倒一个，我是倒。哎，不是我啦。你啦，这个你无碰过啦。你看伊打着20吼，就是过20关啦。嘿，迄是哦20过关，关这厉害哦！伊在关迄工就是讲过关了颁奖啦，对。对吧？对吧？佫有别张哦，我为想要看伊。买啦，哎呦，袂这即卖的啊。起码不。是吧？是吧把？它看得出来啦，这个看得出赞啊来啦这恐怖的啊，这当这真心美嘛？不是啦，苏瑞啦，不是吼。这当我这样啦，卖个看，卖个看。好来，这位姑娘啊，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碰你。过好，现场的老师好，现场的朋友大家好。免拜。时间也未到免办。大家好，我叫李良锦，我即马等哦，稍等。
李良啥？李良锦，来对唔对，老师？李良金锦，伊这金是锦，说文解字是讲保佑的意思啦。毋过伊这良金吼，我感觉因老爸应该做爱看历史的哦。诸葛亮甲周瑜，周瑜的字叫公金，所以良金伊金应该是诸葛亮有诸葛亮的地位，啊有迄个周瑜的将才，所以哦因老爸对其他做。哦，但是你拄仔讲这两个伊拢无。不是老师，其实我感觉阮爸爸哦，伊互我号这个名，颠倒互我较矛盾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因两个，因为你拄仔讲诸葛亮甲周瑜，因两个人袂合嘛，因两个人私底下袂合，所以伊可能讲伊对我有即个期待，就亲像你讲的，所以有良锦即两个字，也毋过因两个人袂合，所以我即个人真冲突啊。你袂家己安尼混乱去啊？就是讲我即个人，我较无法度做一个决定，我无亲像讲，你要想要创啥，你就随做一个决定。我即个人会较拖沙，我想足济，我就感觉是我人格顶面的缺点。所以你拄仔讲的是真恐怖代志。你讲另外一个声音，所以你定定有听另外一个声音。尤其伫咧7月时啊，是。哎呦，哇！对。我想来录，节目都录唔到伊啊。李小姐曾经发生一件真恐怖的代志。就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友台有一个节目，是一个歌唱节目，做8年啊，有史以来头一摆。在唱歌的时阵，停电，规火花去，遮恐怖，就是发生伫伊身躯。是，迄个时阵，我是伫个过年时啊对，大家充满希望的时阵，是迄当中我会记得迄个节目，我要问讲，我会用咧出唱片无？结果火花去，真诶哦，规个场遮大场电到扑者，规拢花去。跳咧电，发电机烧去。哇唱到发电机烧去，而且是烧2台哦。哇！你人遮旺哦，我甲你讲，我王甲碰就甲我讲，你好好搬戏就好，出唱片免想啊啦，会搬。但是你嘛是一直想要出唱片，对吧？是，我搁有开过演唱会，伫个真的啦，唔通录啦。我开过演唱会，伫个优待，搁有400个观众，买票入来的哦，我跟你讲。哇！我做羡慕诶。啊，无咱合唱就好啊，欣声。啊，无另桌我要出唱片，我招你合唱啦，对啊。你莫叫拖你对吧？哎，我嘛想要有400人来听我唱歌无？对啊。所以你安尼，阮即摆了解吼，因为出过去，咱较少开讲的机会，所以你个人应该破到一边，一边另外一种个性，一种个性。最近因为这个个性发生奇怪的代志无？最近还是趣味的代志？哦。比如讲，你要去坐公车，这台唔是我的，这台唔是我的，这台唔是我的，那司机你是要起来无？公车的恰恰，我会记得我昨去，就是去外口唱外场去唱歌。你唱外场？哦，你头家是安那？你连新闻的生意都要唱。做伙啊！阮拄则甲讲，阮两个人真久无见面啦。我就问讲，咱两个顶一面见面，敢若是2、3个冬节。伫遐咧，人咧结婚，我伫遐咧唱歌。系啊。对，啊，结果听讲，阮两个唱完以后，因就无偌久，迄对新人就分开啊。无，我唱，伊唱的时阵，迄新娘讲，哦，迄沈明唱歌足好听，以后定定找伊。结果我去你唱的时阵，迄新人讲，新娘甲新郎生一个喙皮，这唱歌这歹听，你叫伊来闹场的哦。假嘛别讲啦，袂啊讲的啦。啊，最近是讲你有代志啥呐？最近？因为我私底下较文静，较无爱讲话，我就是真起一个查某囡。喂，之前有一个声甲讲，啊，你要讲天，乌人文好啦，乌人文好。我昨去唱外场的时阵，拄着咱圈内有一个大姐陈莹姐，哇！对我即久无看到伊，我看到伊我足欢喜的，我甲伊翕相。即摆出大箍对吧？无啦，即摆维持原本的模样。有咧维持，有咧维持。啊，我看到我足欢喜，我甲伊翕相。啊，然后换我去你唱歌，因为伊压轴嘛。我去你唱歌以后，啊，我伫咧台骹甲伊做伙翕相以后，阮就两个就无讲话，因为我足文静的，我伫遐咧静静啊。啊，伊问我讲你会晓唱歌无？我讲我无啥会晓唱歌，我足文静的，所以伊掠准讲我即个人安尼。啊，伊就足惊讲我去你台顶的时阵。
我诶台下会足冷的，嘿，伊就足惊，因为昨暗佫足寒的，伊就甲我的经纪人讲。经纪人就甲讲，你叫恁亮亮吼，唱歌较开、较 open、较热情的、较摇咧。结果我去你台顶，哦 ，Come on， 哎，我的热情啊，好像一把火啊，闪电一个火光，有听啊？结果伊听讲伊伫咧台脚惊一个，伊甲我的经纪人讲，恁亮亮佫真敢唱，你叫伊好好搬戏就好啊。所以大家看我拢共款嘛，哈？不，你嘛安尼讲？我早就讲过你毋是有甲我鼓励过，讲不要紧，有梦想，好好拍拼会成功。有梦想就好啊。来，即摆咱来考大家台语听到先算。这个词就是反义字，什么叫反义呢？比如讲，我讲黑白讲，黑白讲，黑甲白，你都要用当有伫内底。一句话拢来对，我来老师来考了来。哇！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大细心嘛，大细心水大甲细就啲嘛。我说反义词啊，我其實我要講大細，叫講起我講大細嘛。对嘛，差不多嘛，反义词。但是那是拄啊好尔吼，你要注意哦。来，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，你人生甲水水，要毋过你身高垃圾鬼。你是故意要甲碰到妹吧？你免遮明显吧？碰到人啊，我生甲水水啊，我就是咧讲你啦，所以绝对袂再困扰。无啦，是无唔对啦，但是刚好是要呼个只长。老师，安尼嘛算有倒病啦。对啦，人生甲水水，身高垃圾鬼啊。对啊，有种个查某水，袂种个查某贵啊嘛，是安尼水甲贵这第反义词啦。多谢你学咯。无啦，你无这困扰啦。没啦。这第一句你都无符合吧，所以免烦恼，唔觉看别人来，我说反义词啊。拍得出好水。啊对，派好噶好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长底卡。所以，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前面了拄着死鸟鼠，前面前面鸟拄着死鸟鼠啊，鸟甲鸟鼠是反义的。哦，那是会使啊。所以安尼会使。会使啦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黑白切啦。黑白切，你咧物件，黑白面对吧？黑白切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说关老也拄着 NG 尾，关老也拄着 NG 尾，嘛是相关的意思。黑白黑人骑 NG 尾拄着关老爷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你莫动遐腰巴叉。腰甲巴。哦，这8点钟逐句拢咧骂人诶。哦，有巴叉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古笑比无尾，会使袂？古甲比。古笑比无尾，那无反义啊。古甲比共款哦。古笑比无尾，比笑古。比笑古头短短。安尼就有啊吧？有头有尾。谢谢班长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警察掠豺仔。袂歹呢。警察掠豺仔对啊。你又讲袂歹啊，我要讲啥？警察甲查啦。警察甲查啦。我感觉你特别想无啊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卡手溜俩。哦，卡手得病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秀才拄着兵。完了，我没用。好啦，我讲希望叫阿你讲袂清。秀才拄着兵。我说反义词啊。嘿，你这人哪会看广播看过？你咩吼？甲你暗示这你写碰噶。玩个 game 嘛，我说反义词啊。青米煮食饭。哎呦，食饭还是食饭？青米不是食饭啦，煮正饭。正饭。青米煮做饭啊，就是讲阿母你反对爸父啊。阮两个叫青米煮正饭哦。正饭。
这场婚事你一定要答应。按啥意思哦？好，知这就是影。这个意思。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楼顶就楼骹，我跟阿母就阿爸。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阳光府搞惨，严官府甲搞惨。我说反义词啊，我讲点讲有名声，下康有出名。没办法，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要祖先，要祖先，随时先注戏。什么？我讲祖先注戏，先注先，再来注戏。你句话不是安读的啦，老师。未注生先注死。未注戏，先注你戏。甲解释一下意思。啊，你讲这个人儿还未生出来，你讲啊，这可能活10岁就无去啊。啊，生了还未生出来，哪有可能安尼？未注生先注死。未注先行注，我要讲反义词啊。我讲未注先，谁注戏？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你家某大丈夫拍某就低高如。怕到底我大丈夫怕我说反义词啊我。讲看无目屎，笑无落来，咁样，靠无目屎，笑无落来。你减一字吧。要靠无目屎，要靠无目屎，要笑无落来，靠甲笑，反义词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细汉头挽布啊，大汉你就偷看牛。迄暗免出来，细汉偷板布，大汉偷看牛。哦，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偷看牛。头班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偷看牛。细汉甲大汉，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艰苦头开外尾，艰苦头甲尾，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嘴巴目睭枵，一个把一个腰会使。嘴巴目睭枵。啊但是你嘛用讲巴肚巴目睭枵。水，我说反义词啊。白做啥黑哩？水啊，我说反义词啊。 50包油50包。 50包唱50包。什么？暗时全部数，天光无半步。哎呦，这句你敢知有人家对查甫人讲这怪怪？是对怪哈。我其实还有一句，要唔过一句较粗的。哎呦，我个该惊错的啦。未搬的咱就卖搬头。我说反义词啊。我讲你要棒棒无，唔棒你去。还是唔足粗的？棒无，唔棒紧紧。哎呦！ 歹势，即句足粗的。没啊。电视机头前的美丽女性，亲像我共款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因为即句足歹听的。没啦，这没错啦。老师，这句敢袂做过？这有时讲拄啊呛数啦，要棒棒无想要去的时阵，袂出来。哎。啊，若无要想哦，搁摆倒张安尼。哦。是啦，这是即句话是其实是。莫想伤济，爱配合你的外形，唔通想伤济。要棒棒无安尼对啊。高尼康社区的管理员呢？ 洪老高，伊呢就是一个活咧会晓行路，计会晓喘气的监视录影机哦。啊，这个人哦有够厉害，啊厉害伫倒位呢？伊会晓记社区内底所有的人的名，啊带什么人转来，伊拢会当记条条，啊都清清楚楚。啊，伫咧这个社区有遮尔厉害的管理员，会发生什么代志吼？啊，咱来甲伊了解落去。耶！ 哎呦，较多迄顿真正好食啦，我间餐厅。林先生，老高，你叫我啥我拢无差啦。啊，对老高，管理员啊，就是啦，恁叫我老高死了，讲我无差，我是要甲你。我无讲死啦。我是要甲你讲啦，林先。你喺电梯内面哦，我来拜托一下。安怎？你系要学片使？我，迄是无要紧，片使学出来，医学研究讲食对身体有帮助。你会使胃喙个塌。你妈呢四界糊喺电梯内底，迄糊一个久，你该了解呢？袂去定酷，迄袂输迄善人啊晒伫遐，你我吐袂个，你敢知啊？白讲，你大概值班的时阵拢爱拄久，我拢无讲你。你讲我黑片使，你靠证据啦。当然什么证据？夜头三笑录影机，电梯内底有迄个录影机，清清楚楚，你嘛拜托。你莫相信伊。什么？我遮缘投的翁，亲像金城为翁，总兄啊，竟然做出这款代志！我无啊，你个黑白讲，我
我袂当。水某的，水某的啊！我无。哦，你某欢喜的，这舞台咁赞会掉，袂歹势啊！无得无是我来做协会甲讲出来啊，害人啊某安尼呐，感情拍歹，罪过。 5点就要到，迄个吴小姐，5点到一定准时下班。好，迄无影，啊，无咱来看讲啥要讲人好不到。好？好，啊，你看你想要去倒一个餐吴厅食？小姐，诶，转来哈。啊嘿嘿，啊，你最先生是？哎，这是我的迄我个。是吴小姐的男朋友，你好。迄个男朋对对对，王先生嘛。你啊？歹势哈，我无姓王啦，嘿。嘿啊嘿，王先生，我会记做你阿妈，你来阮遮时6:53，你来接吴小姐时，迄阵就有介绍我，迄阵你头毛迄个足济，你当时出去光头，你安尼袂歹呢，我迄个造型安尼吼，会使去做电台，敢若外国电台明星足歹的，即摆我这头毛真正赞。不，等，伊讲的迄个王先生像是王先生啊。无啦，哈尼，你解释一下。你莫误会，我跟你讲啊，伊白老高，伊头脑无好啦，头脑无好哦。大家都黑白讲我什么王先生，我哪有王先生啦？哦，是安尼吼。对啦，莫吵伊。哎呦，哈尼，我头壳足晕的呢。你足晕的哦。咱转来去休困好啊，不好？无爱食饭啊吗？啊，要休困啊吗？先去休困啦。你确定要休困了吗？对啦，紧啦紧。什么上姓王哈？莫吵伊啦。夭寿，伊头壳咧现，伊也无现啊，哪有现？伊是鸡仔要紧选的呐。哦，我知影啦，迄吴小姐交男朋友啊，偷食，啊夭寿，我那害伊逼坑，哎哟，罪过。好佳哉，迄只老狗咧看报纸。有单呢，你也看会到？我有青面哦，我看袂到。小姐，你嘛小拜托咧，你顶礼拜叫你啥物副片大哦，送食的来，钱我先拿的呢，我先互伊了，你甲奖是钱也袂花，你今仔日爱互我吧？对啦，我会记得我伫咧菜车内底有买一挂金蕉，迄钱还袂摕互人啦，我要紧来落钱啦吼，好，拜拜。落钱啊，落钱！我这人安尼啦，安尼我走就走，你来看卖啦。这钱也唔立的，讲啊，咱这实在是安有影吼。我拄着这，我真正了死我。你要找啥啊？管理员先生你好，我要找迄住伫个3楼的陈先生啦。哦，3楼倒平时迄陈小姐中是一个阿嬷，饲2只牛啊，正平迄老先生哦。啊，你是要找？对啦，我就是要找我拄则讲迄个陈小姐边迄个老先生啦。你的声敢若定听到个声熟悉哦。哎呦，我每一下拢安尼讲，因吼拢讲我的声吼是大众声。我大众爷咧，大众声。我是捌听过大众面后的大众声。你若要对这吼头套吼，头毛爱注意长起来，当做后壁是圆。啊，再落，啊，这边再讲迄个双面胶甲连起来，安尼你嘛较拄较好，嘛唱较会好势。哦，多谢你甲我讲啦，我毋捌唱过头一遍的，无经验啦。无经验。就是你，我就知影是你，你莫来这套，定定咧假东假西，迄个啥物副片大的钱要摕来无啦？你记唔着人啊！我毋是叫副片头，我是叫Uber Eats啦。哎呀，搁有啦，我毋捌去迄动物园啦，我毋知你咧讲是啥物动物园？动物。你要来食？你毋是讲副片头片头？
Panda，吼，你这人欠钱，佮踮咧假东假西，想要甲我骗？你真正是哦，好心地灵经卡。个第二句俗语，请看。有无你要找啥啊？我要做迄住伫个三楼的迄个单身。三楼对面住，但是在中是住一个阿婆，前面才有久，迄边正面是住迄个做什么人？你要找啥？我是要住伫迄三楼的陈小姐。你声听个是哟。我是想要大众声啦。我听过大众声，我听过大众声哦。我较特别啦吼。小姐，你下要对这头度我跟你讲吼，应该头毛应该适当一点，你不要看你为什么话条，你特别的毛就叫而且。多谢你甲我讲，我头一遍。来这头。落去啊啦！卖假，吼，想要甲我骗？我甲你讲，顶回你迄什么刀啊？迄钱还袂好我。哎呦我都无我甲你讲，我毋是叫什么刀啦，我是叫迄，毋是富偏达啦，是五百亿啦，啊，搁有啦。什么打？什么打？毋是富偏达啦，是五百亿啦，还搁有啦，迄富偏达有人讲哦，是迄动物园啦。动物园啊！有人讲有当富偏达内底偏达住伫咧动物园啦，要毋过我毋是叫伊敬老，叫别个你记毋着啊啦。卖假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即款啊欠钱无爱想咧假鬼鬼假假东假西，你真正是吼，尻川搭死啦！两句哦。第一句叫做好心地灵经卡，好心地灵第二个尻川到死呐，死呐，知意思无？唔知。雷公死呐，死呐，闪哦电，闪电就死呐。哦，赞成第一句的举手。中3票，好心地灵经卡，为咩讲？应该是这句也开发为应该是假的意思吧？假。假啊！我都毋是，我好心地灵经卡假。嘿，好心伊就是假银卡要假做，伊毋是好心，应该是这意思吧？哎，有这道理哦。哦，足偏强伊的哦。字面上应该是这意思，我第一摆听妈到。了无？是这意思吗？加较大只，加金菇啊！反正有可能对我你有无？手，你有牙手，我有嘛牙手啊，系啊，你拢是这想法吗？加金菇啊，应该就假嘛。对面这边，对面这边。所以恁三个是经历这尻川到死呐。系哦，卡生到死，迄蹦起啊，对啊因为意思是真讲简单啊。就搞必当比赛吧，卡生到死，呐。就简单的啦。安尼回安尼，嘿，啊就搞必当比赛我。是毋捌听过啦。正确答案，老师。第一句吼，好心地银银卡，好心较细只，银银卡较大个。对，虽然好心地银卡就规个砍掉的啊，迄个啥砍头砍面，规个砍掉的啦。啊，是讲毋知死我啦。啊，有时甚至吼你砍讲呆吼，颠到家己找麻烦，所以有时爱知影，毋通像7月半啊，毋知死安尼。啊，若尻川到死呢，咱有一句诶囡仔歌是讲。天乌乌，马落雨，雷公死那走无路，啊囡仔行甲骂骂叫，死那就是咱顶下讲过迄个闪电。啊你无代无志，尻川哪会倒一个死那伫啊？啊你可能三个是惊会去个电着，啊或是讲吼心肝炸死那，拢是用你一个物件会甲你电着安尼，所以变做你拢会惊吓。惊吓意思，啊头碰个意思是讲啊明明欠钱吼，啊无买现，搁伫遐激鬼激怪，啊真正啊人个碰个偌厉害，所以甲你看破骹手啊，所以毋通倒来吼好心地经卡，加鬼加甲砍头砍面啊。想法愈简单的愈对了吼。好悲哟，毋对嘛无要紧，上无了解这两句是啥物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拍破过来。吟诗作文真出力。今仔这个词叫做回味，吼，会使用较文雅的读法，咱使邀请这个新梅啊，好，用你歌星的角度念一遍。日头照心情，风移来做伴。哈啊，阮就是啊，阮就是田庄的姑娘，月娘搭乌云，无人烧照问啊，总是有孤单的时阵。
种安怎唔知？日久暝也长，等待露水滴胸前，向望蝴蝶来西装。美丽春天若到，阮就会装安怎唔知？陪伴恁所有的青春。哦，这两字叫做水水。哦，水水。嘿，这老师咱拢捌写过，水水。好，正老师这是正降底头，种伫涂骹，正伫涂骹。种伫涂骹。好，这首其实毋是甲这个倒位啊出来拢无关系吼。要甲大家报告，这首是我写的。真歹势，真歹势。是因为过去做一个节目去访问迄个伫园林所在种花。哎，种花人的吼，啊你访问了伫田边写的歌，哇，伊是所以歌名叫做花蕊，伊是写花蕊是日头照心情，啊伊风变做阿姨啊，哦，日头风姨来做伴，风是阿姨吼。哎，阮就是田庄的姑娘，月娘打乌云，无人烧照门，因种伫遐吼，所以总是有孤单的时阵，种伫涂骹，日久暝也长，等待露水滴胸前，望望蝴蝶来西装。美丽春天若到，阮就会装水水，陪伴恁所有的青春。哇，水，就是一蕊花生长的过程啦吼。老师安尼写，毋知会通啊袂通？你的整个过程吼拢做完整呢。伊孤单的时阵是我还未开花啦，对。啊，等你开花的时阵哦，啊，变做大家拢会来看，啊，看伊安尼水水安尼，是你若遮搞啦。这就不知啊，碰到，啊，你唔是花，你哪会当写花的心情啊因？为我访问种花的人，哦，所以我看到花甲写出来呢。所以那大家若我感觉迄句无人烧照文啊，总是有孤单的时阵，拖去种嘛袂歹哦，嘛会当拖去种，多去剪，多拖去去种，我种伫涂骹，拖去种，一句嘛会长，嘛袂歹。刚才这位老太太，所以我若真有大家同意啦吼，我毋知使用唱的无？感谢花蕊。日头照心情，风雨来作伴。啊，阮就是田庄的姑娘，月娘打乌云，无人烧笑问。啊，总是有孤单的时阵。种踮涂骹，日久暝也长，等待露水滴胸前，望蝴蝶来西装。美丽春天若到，阮就会装水水陪伴恁所有的青春。谢大家无批嫌，谢谢后尾继续去看画山画水为恁咯。今仔日上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，足欢喜的，会当学到足侪台语甲俗语，希望大家拢爱继续学台语哦。啥物人讲，我老大人一定爱结交，一定爱结老，唔对，老大人嘛会当做 fashion 的。Come here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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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我非常大家好，我是李良锦，我非常感谢画山画水画玲珑的制作单位，互我知影，我除了搬戏以后，可以当做一个协星。什么叫做协星呢？就是高桥，就是人力桥的名称啦。多谢大家。